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个本土疫情是烧入去后园。目前国内已经有超过7500个学生患着病毒。啊，上届使人担心的是5岁到11岁幼囡仔，即卖也无预防针会当来治。这个小儿科的医师讲，囡仔甲大人确诊了后的镜头无完全同款，除了会发烧之外，嘛有可能会出现着哮症甲慢筋救筋的症状，所以伊赞成幼囡仔注意防射来降低着染病风险。也毋过嘛有公卫专家认为，这个奥密克戎拢是较轻症，这囡仔注疫苗本身的风险颠倒较悬。注预防针加强身体保护力，不过5岁到11岁细汉囡仔也无预防针会当做，互家长头壳摸咧烧。儿科医师吴昌庭就讲，这未成年囡仔感染奥密克戎症头，上接看到的包括发烧、脱鼻、流鼻水、打扫、脑痛、脑胀含头壳痛，尤其发烧几率比大人悬真济，甚至伫咧国外研究内底，发现染药有可能引起急性脑梗炎含救筋。有发现有一些小孩子因为这个发烧的原因，造成他有一些产生热痉挛，甚至癫痫的一些发作哈。那其实，在香港有一些病人，他有疑似类似像脑的一个状况。医师提醒，囡仔若是出现发烧，家长得提悬注意，对囡仔敢要注预防针，和国内专家看法嘛无同。有医师认为，Omicron 大多数轻症，或者是无症头，互囡仔注预防针风险比确诊更加悬。不过，大多数医师嘛是认为，囡仔爱注预防针。儿童死亡病例已经至少有900多例了，而这900多例的死亡是比一般的流感还更严重，它会带来一些其他社会成本，包括那个必须要停课、停班，陪病的家属呢也会有染疫的风险。它打出来的一些副作用的话，基本上它产生的危险性、风险性其实不会比我们大人打的高。儿科医师赞成细汉囡仔注预防针，不过幼囡仔即摆也无预防针会当做，厝内人就应该赶紧甲预防针做满。公共场所嘛爱互囡仔挂喙罨，注意卫生管视，含手洗清气，才当互厝内宝贝仔囝健康大汉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